在地人在地情来讲花好这种花，这几年来已经将做台南重要的花类之一。最近外销嘛得到好成绩。农业局开记者会，向民众来介绍无同的品种、甲无同色水的花好，推荐予民众送花，尤其是母亲节会当来送花好，予妈妈一切拢好。 花好因为丰富色水和品种，加上种伫咧台南市重要产地，产季嘛比花母亲节，所以将做这几年母亲节送花新选择。为着做推广，农业局进前嘛召开记者会来甲民众推荐。 火有它的很好的意涵哦，好喝哈，所以又有那个花又有热情、祝福的意涵哦。除了国内市场销量真好，今年伫日本和澳洲的外销量嘛创新高，尤其要花母亲节的档期，国外订单嘛对咧增加。日本的部分到1到4月份，目前为止产量增加了大概63%。 然后在澳洲的部分，我们增加了大概23%左右。会当得到好成绩，上大关键就是台湾的保鲜技术。今年外销市场除了日本和澳洲，嘛增加美国和杜拜，市场是愈做愈大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